父就一直紧张的，哎，我的孩子好像娶不到老婆怎么办？赶快去怎么样物色那个媒婆来当他收媒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都很紧张的。慧贤姐，现在你的孩子40岁没有结婚的很正常，女孩子我看到35岁、40岁没有嫁的也是很正常。哦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人不结婚啊？哎，要结婚也可以啊，可是不生孩子啊。讲好了，我可以嫁给你，可是我不要孩子啊。哦，即使要生孩子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，不要生2个。哎，你看我们以前的人，我爸爸那一个时代啊，随便生个5个、6个，还有12个的人的。现在1个而已啊，你看看。所以现在的孩子都孤苦伶仃啊，没有兄弟姐妹就1个人而已啊。哎，所以你看人就越来越少了啦。再来呢，地就灭了。有时的时候，各位贤姐，这个都有气象的哦。为什么？你看看，哎，地就开始一直灭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臭氧层已经破掉了，我们地球是被我们人类一直毁坏掉，到现在，各位贤姐，它要自己修补。我们地球村它自己会修补，哎，不是什么仙火来修补，都不是，自己它会维修。怎么维修？各位贤姐，我们人有免疫力，所以你看看以前我们人呐，我们小时候还记得吗？我们没有什么药膏啦，什么外伤药没有啦。不然我们如果受伤都是怎么样？用什么来服药？都是用头刷没看到包都好啊嘞，怎么这么神奇呀？各位姐姐，现在你这个动作绝对不要做。细菌感染。你来头刷干净了现在如果你在那个土拿起来按我跟你讲一定发炎的，因为现在土都是农药，哎，所以现在土跟以前的土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吗？所以你看看。就像这样子，然后天别开始灭了，到最后害死的叫做混沌。什么叫混沌？我们这个地球村到一个极点的时候，或者跟你讲，它会怎样？一直像冰雹，一直会下雪，把整个地球村都把它包满，整个都是冰雹。然后经过多少？10800年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冰雹经过这样子，然后它又化为水了。所以流到河叫河水，流到江叫江水，流到海叫海水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地球村的各位贤姐，2/3都是海水，1/3才是陆地。所以曾经沧海难为水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现在的海中有城市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的混沌那里就是城市。我们现在在山上可以看到贝壳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的混沌那个山上是海底。知道吗？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在转变的所以各位姐姐，我们这个地球村混沌几次了？不知道，所以没办法讲出来。可是呢，以长生大来提先锋他说看过7次的混沌。各位姐姐，我们地球村至少混沌7次了。把话拉回来，这样子我们到底流浪生死多久了？这一次69040年，还有上一次混沌，还有上次的混沌，还有7次以前的混沌。各位姐姐，你到底来人世间，人转处，处转人，转了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总归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流浪生死长征苦海太久了。各位姐姐，不要再流浪了，真的。所以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，白羊期可以让我们回天交趾，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如果你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要碰到3朝普渡，还要等多久？下元运的白羊期要多久？129600年。如果各位你还要再等，请你们继续等，我已经不要等了。129600年，开玩笑，这个我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好，最后刚刚讲的最后就是事以圣人，方而不割廉而不贵这样子。而且事以圣人，圣人是什么人？孔子圣人吗？老子圣人吗？耶稣圣人吗？或者跟你讲，这个都不是。当然他们是圣人。各位姐姐，在座的你们就是圣人。自信看见吗？然后我哪许我就人而已我怎么是人啊？或者跟你讲，你有活性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都有活性？你有活性，我有活性，他有活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活性啊。你的活性就是佛，肯定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我们本来就是佛的，我
我们迷失掉而已呢。所以叫迷者就是众生啊，悟者就是什么？就是佛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说明是一指点了，我们就开悟了啊，开悟你就是佛了啊，对不对？既然你是佛，各位前点，你来人世间要做什么？要做佛的事情嘛，做佛的事情，佛来到人世间都做什么？打拼事业，好好赚钱，养家活口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不是嘞。活菩萨来到人世间，都是要讲经说法，代天宣化，布天之德，开光播种，度化天下的长生，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都是做这些事情，你就是佛了啊！佛就是你啦，圣人就是你啦。所以他说是以圣人，这里的圣人，在座的你都是圣人，你就是佛。各位姐姐，这个我们要很有信心哦，真的哦。你们没有啦，我是人啊。以前我们不是有一个陈经理嘛，陈柏林经理啊，他说他以前到那个菲律宾的时候，他要去拜访就是有一个中国人的家，中国人他都有请那个菲律宾的佣人来，刚好约好了，然后去去找他，那个中国人刚好有事情要出去。所以就临时出去了，然后陈经理去那敲门找不到人结果那个菲律宾的佣人出来了，然后透过翻译叮咚叮咚啦，就是叫了很久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这样子啦，那个佣人还不出来开门呢，一直按了很久，那个菲律宾那个人才出来呀。陈经理就问他说：“我在问说有人在吗？你怎么都没有回应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人呐。”你看人自己连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人的，然后说你不是人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佣人呐，你糟糕了。各位姐姐，跟我们一样，或者跟你讲你是佛我们还不是吗？我们哪里有那么回答？我跟你讲，正确的，绝对的，你一定是佛。因为你没有佛的话，你不是佛的话，你今天不会来在这里坐着。或者再讲个典故佛陀的故事很好听。以前那个西印度那边他们那个小国分得很多块，跟我们中国大陆以前也是一样。中国大陆以前是那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把它划分为7国，所以叫7国争霸，然后被秦始皇统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是统一起来的，所以只有一个中国大陆。所以以前是。